點解唔從政？第一個我結咗婚，我老婆強烈反對。咁如果我係一支公嘅，你死咪死咯。我其實唔算好怕死嗰啲人嚟嘅。朝聞道，夕死可以啊嘛。我自認咋達到聞道嘅境界，咁死就唔能夠威脅我嘅。我唔從政啫，但我都係一個理念清晰、忠於自己理念嘅人。我唔會因為某方面嘅施壓改變自己嘅信念嘅。香港即係嚟緊係學派力量爭奪緊全部嘅話語權，咁又加上政治嘅複雜性，大陸亦都有內部權力鬥爭，香港亦都有國際嘅力量參與。有人話香港唔係戰地記者，唔係槍炮交火嘅戰地，但係香港都係學派政治力量嘅戰地。辦呢份報紙嘅時候，冇諗住係做戰地傳媒嘅，我唔覺意做咗傳媒，所以而家都心恨險境嘅。時勢做英雄，英雄做時代。我係施永青。人只能夠先適應環境，然後先有條件去改變環境。